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造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今天是棕树节主日，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和许多跟随的群众进入耶路撒冷，准备过逾越节。民众用棕树枝铺在大马路上，迎接耶稣和众人进来，好像在迎接君王一般。可是，也就是这些人，才刚刚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不久，过没几天，他们就要求比拉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因为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和他们所想的是不同的。我们想想，当我们初信的时候，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理解，他是为我解决生活问题的神吗？可是神却对我们说，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们的罪。我们如同群众一般，才刚刚大声呼喊何塞那，何塞那，欢迎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但是过了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觉得你连这小小的困难都不帮助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祷告也没有用处，我还要继续信靠你吗？我们心中有时也好像在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心中暗暗的放弃了神，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走自己的道路。你是否也曾经把主推开？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自己认为我已经成为门徒了，我热心服侍，但是我们却在服侍当中软弱，如同彼得一般。我们不认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降生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没有感觉，那如何让我们的耶稣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圣经告诉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当我们这个礼拜进入受难周，我要邀请大家
一天一天，我们共同来经历主耶稣基督，他最后在这个世上的7天，我们用心来领受主他用他的生命对我们的呼唤的时候，我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思想主耶稣的爱，我们献上对我们上帝的感谢。我们大家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主啊，在这纪念你骑驴进城、被卖、受鞭打、钉十字架、牺牲、复活的日子里面，主愿我们再次回转归向你。主，让我们再次回头看看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主，再次思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被钉死。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祷告如同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求你鉴察我们的心，赦免我们的罪。主，特别求你借着受难周，让我们再次求你用你的大爱来激励我们，复兴我们那个常常软弱、常常冷淡的灵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再次靠着你的恩典重新站立，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成为光，成为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来祷告，为今天所有的敬拜的同工来祷告，为牧师来祷告，求神借着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动工，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礼拜当中得着满满的祝福与恩典，让我们支取更多的能力，在我们在未来一个礼拜当中，真的是有大大的能力，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的重价的赎回。我们大家开口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我们为今天的敬拜来祷告。主啊，求神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就降临在圣殿当中。主啊，你触摸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真的开启他们。主啊，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主啊，也许我们的生命遇见许多的困难，但是神，我们也相信，告诉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借着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为今天的礼拜献上我们的祷告代求，也用所有的同工在神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也为今天牧师的祷告牧师来祷告。主啊，就求神你恩典满满祝福在牧师。主啊，我们要通过牧师所宣讲的讲道，带给我们更多的能力，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生命从神你那边来支取更多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用光照向我，保卫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来唱这首歌，敬拜。
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我的事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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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江山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我全所有，救恩喜乐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给上帝，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全
感谢主耶稣带给我满足。主，你的爱长阔高深，愿一切受造物都起来赞美你，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神。你是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美。你是配得，配得，万物敬拜你。你是配得，你是配得。是配得，配得，万物敬拜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耀在天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你是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美。你是配得，配得，万物敬拜你。神在，神在，全地长，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昔在、今在、永远存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我们今天必在这里聚集，要献上感恩、赞美、祷告，是因为主耶稣救赎的大能，在这个礼拜我们迎接棕树主日，看见主耶稣为我们走上各个他的道路，整个救赎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显现。主啊，让我们借着敬拜，借着明白圣经的教导，再一次与主耶稣同走这条各个他受苦的路，也让我们每一个都跟主耶稣同得复活的能力、复活的恩典。神啊，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有圣灵的同在，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神恩典智慧的言语。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我们来读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2个地方：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6节，以及希伯来书5章7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出城，照往常跟着他去，到了那地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陷于诱惑。于是耶稣离开他们，在约扔1块石子的距离，跪下祷告，说：父亲啊，若是你愿意，就把这杯移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有一个天使从天上向他显现，将他的力量。在极度伤痛中，耶稣更恳切地祷告，他的汗珠像大雨滴落在地上。祷告后，耶稣起来，回到门徒们那里，发现他们因忧伤过度沉睡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着呢？起来祷告吧，免得陷于诱惑。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大声祷告，流泪祈求。因为他谦虚虔诚，上帝听了他的祈求。虽然他是上帝的儿子，仍然从他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既然上帝使他达到完全的地步，他就成为所有服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献诗，我们请芷然小组，他们要唱的诗歌是《救赎的恩典》。献诗后，请夏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饮苦难、喝苦杯的主”。
兄拍手，荣耀归给神，谢谢。谢谢子南小组带来这首救赎的恩典，让我们领受神从天上来的赐福救赎。我们在一起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先父神，感谢你，在我们在这个节期当中，再一次慎重严肃的来领受受难周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从心中看见这样的救赎，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大爱、救赎的恩典，因为我们更认识、更清楚，我们就更谦卑，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神而来。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迎接、来领受，也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呼召跟旨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是我们教会节期当中的受难周的开始哈。那受难周开始通常是叫做棕树主日哈，就是纪念耶稣他预备走上各个他的道路，所以就是在这一天呢进入耶路撒冷哈。那今天看的经文呢是耶稣在受捕捉或是被审判之前他的一个祷告。圣经怎么说？他说耶稣出城，表示说他不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墙以内，他到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城这个古城的东边，经过一个溪谷，然后再上山坡。当然不是很高很高的山坡，是有一点斜坡上去哈。这边叫做橄榄山。有看见门徒跟他一起去哈。那圣经有提到说，就是少数的几位2、3个。那这段话就是耶稣的祷告。那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一个主题，叫做饮苦难，喝苦悲。这是主耶稣在面对这个极大的挑战跟苦难当中所做的抉择。那我把它称作上个礼拜，因为我们用一个主题就是 RPG 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兴祷告小组。那我就想象到说，当年耶稣也跟他的学生要 RPG 啊。我那一次 RPG 好像不是很大家很同心的感觉，因为呢，圣经有记载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学生都打瞌睡了哈。好，那所以用这个话题让我们有点印象说，2、3个人同心祷告，这个神同在的这种祷告，那跟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耶稣跟学生的 RPG 到底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哈？那我们对圣经的地理稍微一点概念，就知道说，这个四方形的这个有菱形的这个图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古城。但是橄榄山不在城里面，橄榄山是越过右边有一个溪谷有一个吉伦溪谷，那再往上坡走，那就是古城的东部，就是橄榄山。这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圣经的地理。那耶稣常常到旷野，常常到郊外或是橄榄山那边祷告。所以按照圣经所提到的，他说照常往橄榄山。什么叫照常呢？照常就不是很少去是照常去。那就像我们弟兄姐妹，大家礼拜天照常来教会的意思了耶稣就上橄榄山要做祷告。那这个是今天的橄榄山的一个景色了主耶稣在橄榄山在做祷告，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画家所画的祷告的图很多不同的呈现这样子。但是呢，耶稣在很痛苦的祷告，但是学生却打瞌睡在旁边打瞌睡。他说大概有丢一个石头的距离啦。那我们也不能说学生为什么那么不上道，为什么不跟耶稣在一起？是因为耶稣所要做的这个重大的抉择，学生还不了解，但是学生又好像担心，因为他们才刚刚在马可楼一起这晚餐嘛晚餐洗脚，耶稣讲那些话让他觉得学生觉得怪怪的，
怎么老师讲这些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他说要被抓要被定呢，那怎么办啊？所以担心他，那就一起去了。只是他们因为圣经说他们悲伤了，所以就睡着了，太累睡着了。那就是现在的橄榄山的一个现代的图画，有一个小山坡。那其实现在都已经变成参观观光的地点了哈，成一个观光的地点了。那边其实是以前很多人的坟墓，很多坟墓在那边，因为一个小山坡哈。好，这是现在从这个山坡上，你看那一个前面那个白白的都是坟墓，白白的那些都是坟墓往耶路撒冷城看过去哈。那在这个山脚下就是我们所谓的客西马尼园，有耶稣被抓的地方哈。这个都是长了好多千年的橄榄树千年的橄榄树，每一棵都是非常的粗壮，那个是要好几百年上千年才有办法长那么大哈。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有几个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说耶稣对学生的叮咛说：“你们要祷告，免得陷于诱惑。”那我们看见说，耶稣预备走上苦难的道路，这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吗？还是上帝的呼召？因为他曾经在祷告中跟神这样祷告说：“父亲啊，若是你愿意，就把这杯苦杯移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意思。”换句话说，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挣扎。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是极大的困境、极大的挑战、极大的一个重担，他没办法承受。但是为了上帝的整个救赎的大功劳，他就勇敢的承接了。那也是主耶稣他在面对生命重大抉择的时候，他是用祷告来做他的首要选择。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有很多做法，有的是找朋友帮忙，有的是诉求那有的是找有利人士来疏通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的主他就跟学生叮咛：你们要祷告，因为诱惑是什么意思呢？常常很多事情是当你的私人的利益，或是你私人的需求，跟一个整体的公义不一定一样。一个团体的一个好处，并不就是你的好处。那就在挣扎冲突当中，主耶稣他用祷告来做处理，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把它称呼说，耶稣原来是要跟学生一起 RPG 的，把他彼此诉求一下他的心情。但是可惜学生因为软弱，所以发现他们忧伤过度沉睡了。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说，我们遇到忧伤的人他们应该睡不着觉才对，对不对？但是也可能了因为忧伤过度已经太耗尽心力了，所以就没办法支撑了。是耗尽心力，睡不着过后，疲累到就沉睡了。那我们只能说，从后来我们看这段故事的角度，我们发现学生他们根本还没有办法去掌握到主耶稣他的步骤，反正就是那个级数没办法达到。学生自己陷在一种困惑当中、忧伤当中，但是又没有办法跟主耶稣一起承受那个重担。所以我们也可能看见说，为什么后来耶稣被抓、被审判、被审讯、被送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他的学生就逃跑了，因为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成这种现象。那我们要看的是说，主耶稣他的核心的祷告，他说：“父亲啊，若是你愿意，就把这苦杯移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刚刚我已经提起过了，我们人很多选择，当然是先为自己，先顾好自己，才能顾别人嘛。但是常常有很多事情私利跟公义是没办法两全的，那你怎么办？你选择什么？就是主耶稣他在为了人类的整个生命的拯救，他用这样的祷告。所以这边也提醒我们了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时候自己很惊或是觉得自己好像自己不够信心，把自己的软弱讲出来，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亏欠。
其实圣经没这么说的，耶稣也没这么说。耶稣就把自己的困难坦白讲出来，说主啊，这个杯我喝不下怎么办？能不能把它移开呀？但是他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抉择说，但是在两难当中，还是以上帝的意思为意思啊，不要照我私人的想法这样子。那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勇敢将自己的软弱，勇敢将自己的缺乏，勇敢将自己的一个困难，勇敢的表达出来。但是当我们要听主的声音，而不是想说讲完了要用自己的方式，而是神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好的。当你愿意走上前面去的时候，那就是信心的开始。要不然你整个事情都按照自己的计划，那等于是没有祷告了。好，那我们就从这边看见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哈，在很静谧当中，一个震撼人心。因为圣经这样记说，学生帮不了忙，学生打瞌睡，但是有天使哈。他说天使从天上向他显现，然后加强他的力量。在极度的伤痛中，耶稣更恳切的祷告，他说他的汗珠像怎么样大滴的血滴落在地上。这是何等让人震撼的场面！一个人祷告到最后好像会流血，那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是有听到有些医疗专家在讲到这件事情，说当人在一种极度的一种惊恐或是痛苦当中好像那个微血管会破裂，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极度的那个，比如说肌肉的紧缩，或是内脏的整个压缩的时候，微血管会破裂，流出来的汗好像有血液那种感觉那是我们没办法去想象的。而且他说还像大滴的血。最近天气有时候热，有时候冷有时候我们穿长袖的到外面晒太阳，就有一点微微的出汗，对不对它顶多是湿湿的，哪里有像一大滴的血在滴呢？那种让人家不舍，是因为主耶稣极度的痛苦。但是我们更学到一点，他说在极度的伤痛，而且就更恳切祷告。有人是哎呀难过不得了，不祷告了就撤掉了，撤防了。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他极度伤痛中，他就更恳切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受苦，不是看一幕戏剧，或是看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你要去思考说，这是我们现时现地仍然在面对苦难。如果说这个世界没有苦难呢，我们纪念耶稣的受苦，就觉得好像不着痕迹，因为没有感受。但是这个世界是一直在苦难当中，加上耶稣的祷告，让我们领受到一点：人的本性，人生存的本性是追求生活安逸的啦，没有人故意要讨苦吃嘛。我们希望平静安稳那我们希望趋吉避凶。但是问题点在于说，你心里想这样子，但是那个事情还是来了。风涛波浪，大雷雨来了，那你怎么办？所以，当苦难跟生命威胁来临的时候，人们的抉择就反映他的生命境界，跟他的人格的高低。这个没有所谓对错，这个就是在一个生命的成熟，一个跟神的信心在这边分出高下。基督徒为什么要学耶稣的脚步呢？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的本性就像前面讲的，追求安逸平静安稳我也希望天天平安无事无事一身轻都是希望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让你抉择的。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学习主耶稣说，他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藉由爱子耶稣道成肉身，他先进到我们这个苦难的社会，苦难的人类，然后认同活在最终的苦难的百姓，而且他勇敢迎向苦难，喝下这个苦杯，就是为了成就救赎的大功劳。苦杯是什么我们台湾人大概没有所谓
没有理解苦悲是什么意思的。我们台湾人喝的茶啦，喝的饮料一大堆啊，除了苦茶之外哈，大概没什么苦了。但是苦茶又加了很甜的东西哈，所以这个苦悲从以色列人的角度，苦悲就代表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那个苦悲是不好喝的，喝不下，用苦悲来代表一切的重大的责任哈。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他看见不舍人类在罪中受到这么大的苦难，所以这为何以希伯来书5章7到9节用这样的教导来给我们做个印证哈？希伯来书的5章7到9节很清楚的讲说，耶稣曾经大声祷告，流泪祈求，因他谦虚虔诚，上帝就听了他的祈求哈。谦虚虔诚，他流泪祷告。弟兄姐妹，主耶稣不是一种简单的就越过去了，而是他在那么大的困境当中跟神祷告。他知道他无法避免走上这个死亡的道路，但是他求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说，他那位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大声祷告，这是能救他脱离死亡的。所以他即使面对死亡，他知道神要救他脱离死亡。第二个，虽然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原来可以不必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他仍然，圣经这样记载说，从他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是多么困难的功课啊！如果说走一条荣耀的道路啊，我顺服你，那还用说吗？但是是苦难，是要面对，是要挑战，那仍然顺服，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第三个，他说，上帝使他成为所有服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如果不走过这一条各个他的道路，他拯救的盼望我们就没办法从他得到。但是他因为顺服，他恳切祷告，他完全的学习顺服，然后使他完全的地步，然后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这是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回应啊。那主耶稣呢，他在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曾经有学生啊，彼得曾经为他出头哎，看到兵丁要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彼得拿出一只刀子哈，就向他砍过去哈，像这个兵丁砍过去这样子。当他砍过去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对彼得说：“把刀收起来，你以为我不愿意喝我父亲给我的骨杯吗？”换句话说，彼得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自然的一种抵抗的行为嘛。为了保护他的老师，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很奇怪，彼得老是做很多耶稣讲不对的事哈。从人来看是很对的，但是耶稣说不对。所以这个象征什么呢？象征人的思维跟神的思维确实是不一样的。好，耶稣讲这句话是说：“你以为我不愿意？”换句话说，你如果把这个困难排除掉了，那我要喝主的苦杯就喝不到了。他愿意，他顺服，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只有他能走，这样子。这是一些图画，看见特西玛的园被抓的一种图画哈。这些画家所描述，让我们好像重回那个当时的场景了哈。这是彼得把这个兵丁砍下一个耳朵的时候，主耶稣说把刀收起来，甚至圣经记载说，耶稣摸了这个兵丁的耳朵，他就又好了哈，就神迹的显现出来好了。那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真的因为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抉择，他拒绝了那个诱惑，逃生的诱惑，那走上各个他的道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这些故事不是让我们来记录的，或者来记忆的，而是我们正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超越苦难。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说，今日全世界就生活在苦难当中。我们这个新冠疫情还是没有消除啊，台湾
陆陆续续好几百例，新闻还报道说今天会更多，那到6、7月可能就是高峰了。那我们本来期待说能够松口气，好像还是没办法。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疫情再来的时候，很多人比较有一点点安稳了，因为大家打过疫苗，好像觉得顶多只是像感冒一样吧，就有点轻忽了。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还有好多有一半的人还没打第3剂耶，很多年轻人还小朋友他们都还没打疫苗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地方。那这个疫情全世界已经影响2年多了，那更雪上加霜是俄乌战争，它几乎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层面，政治、科技、经济、能源这些都来了。我听到一个评论，他这样描述，可能大家觉得不一定同意，但是有他的道理在。他说，其实现在有一点类似已经第3次世界大战，那个是无声的战争，是高科技的战争，是 AI 的战争，是一个代理人的战争，已经在全世界，即使不是大家都真刀枪针锋相对，但其实已经全世界都被卷进去了。乌俄战争，我们看的新闻一大堆看见这些让人家伤心的场面，真的心中很不舍，因为它是即时新闻呢。那边在战争，我们的影像在我们的 FB 或是在我们的 YouTube 就看得到，好像有人在旁边转播一样。那这些一间间倒塌的房子，都是好几十个、好几百个家庭破碎，那就在我们的眼前，在荧幕上，在整个的我们所看得见的地方，影像发生了。那从这件事情，让我们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学习呢？全世界都要被1、2个国家的战事都被拖累影响。俄乌战争牵动各国明暗的参与。我们表面上看到好像，乌克兰怎么那么强俄国本来2、3天、1个礼拜就把它拿下来，竟然撑那么久，而且越撑越厉害。其实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暗中在帮忙，而且人不要到，科技一来，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是因为这样，全球化的影响，大家的粮食、产品、金融科技、交通什么都影响，因为大家互相连接到的嘛。以前是我自己家里自给自足就好了。我们很多原住民的朋友，他们说以前根本不用拿钱呢，对不对？他们不用拿钱，他们在山上所有的生活都在山上解决，因为不必这个社会的资源。但是现在全世界一种全球化的世界，这个所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经济受影响，股市也受影响，那产业断裂，很多产品就缺了这个东西，缺了这个晶片，那汽车就不能出产。我说很多的那个产品就不能出货，那我们就更容易看见半导体的供应链也受限了。那全球的经济影响，粮食也受影响。那我们看见这个新形态的战争，让我们有一点很惊讶，因为刚刚讲说，不是真刀实枪在打，而是透过很多科技在打。我们看到无人机、卫星定位、远端遥控、星际战争，你会发现好像真的像年轻人在打电玩一样。这个事情已经实际发现是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所以俄乌战争就成为首场 AI 战争。那我们看这个图片，就真的很像电玩。无人机没有人在上面，竟然能够精准的打击任何一个目标。这些图像跟电玩没什么差别，但是就是那么的精准。我们曾经听到新闻说，有那个俄国的那个领袖，或是所谓的将军，或是他的指挥官，竟然直接被击杀。我们说怎么那么厉害？那些人那么多，但是现在的科技竟然有办法锁定一个人，
他的脸部形象完全抓得住，所以等于世界把他们研究那么多年的科技都送到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战场上面了。那如同电玩的战争，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没有办法逃。那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战争让我们又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是乌克兰百姓面对俄国入侵哈，许多人不逃离，反而是从军投入保护国土的行动，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趋吉避凶，逃走最好了，但是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弃守了，他们的国家就要陷入永远被奴役的，没有办法有自主的，没有办法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乌克兰的百姓他们团结一心，原来他们有很深的他们的背景。表面上是说他们说俄语的或是说乌克兰那个语言的，但其实他们背景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有很深的犹太文化，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犹太人的文化是一个团结的文化，一个放弃自己私人利益，愿意成就一个大团体的利益的文化。我们看到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就赶回去，为了要保护他们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他们这个国家有东正教的信仰在熏陶，更刚好碰到一位大家不看好的总统，竟然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领导，因为他勇敢不离开。一般人都以为说两三天他就逃走了，没想到他一直持守在基辅，持守在他的总统府，持守在这个安全的通道里面。我们从乌克兰的百姓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勇敢的迎向苦难，他们没有逃避。那我听到一个评论，我觉得有一点心中有一点这个很大的刺激啊。有人在研究说，我们台湾这个土地，每一样都很优秀，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大家不团结。原来从清朝的时代呢，台湾人因为各处移民来就形成一种宫庙文化，敬庙了，敬庙。你看昨天前天呢，在迎妈祖的话，大家不是虔诚的求妈祖，而是大家在打架，大家在争夺，好像我这一桩抢过来，这个銮教就是我们的胜利。你看，连一个小小的县市都能够这样子。原来在早期，从清朝政府在统治的时候，他就会制造这种冲突。当闽南人起来叛乱的时候，他就发动客家人来攻打你，不然就发动这些我们所谓的平埔族出来平乱，然后奖赏给你。为什么有嘉义这个名称呢？嘉义就是要嘉许那个时代那一些原住民平乱有功嘛，才叫嘉义嘛。好了。看起来好像就是他的统治的技术，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从祖先到现在，我们说一个村庄拼过一个村庄，为了抢水，为了怎么样，他一直抢夺，一直到现在。所以是在对照这个乌克兰人，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大家抢着回去。你看这些图片，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泽伦斯基的呼召，国际志愿军要进去帮他们打，这些志愿从军的乌克兰百姓，这些选美的也跑进来拿枪药来抵抗，这些阿妈上也来练习开枪，拿这个是机关枪，不是小的手枪。这张图片是最早期，让人家看得非常的怎么样感动，就是一个老阿嬷在学习怎么样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好像各样都很好，但一到灾难时怎么办？是不是大家逃的逃，走的走，而是会不会愿意像乌克兰一样，这些百姓因为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爱国的心，而且是一个团结的心，那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台湾
我们不要说有什么强大的武器有这样的同心还是我们最大的勇敢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从现在看到的这个苦难，我们要学习基督徒怎么样学习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的。基督徒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教会常常在宣扬主的福音、拯救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讲得救的福音，更要提到说，我要跟主耶稣一同受苦，才能同享荣耀。这是基督徒一个我们可以说一个召命，一个呼召，一个神给你的一个约定。我们从这个部分学习4个点哈。主耶稣对苦难存怜悯之心有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学习到说，与世人同担苦难。基督徒没有一个趋吉避凶的道理，而是愿意认同这个苦难的百姓。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得荣耀。第二点，我们要有积极的爱心跟为助的行动。我们要去照顾那些弱小的、软弱的、没有人看顾的。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也就是在我身上了。这是主耶稣的教导。第三个，我们要刚强壮胆，靠主得胜。24章10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记得在2年前，我们曾经看过当时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我们看过很多感人的故事。虽然好像已经过了2年了哈，我们看到当时呢，意大利有很多的神父，为了救这一群他所爱的百姓跟羊群，他自愿把礼拜堂打开，让这些感染的弟兄姐妹进到里面受保护。到最后，这位神父竟然也受感染，因为当时都还没疫苗，就失去了生命。在美国大游行的时候，有一些医护人员已经退休的，有些护士已经好像就已经脱离原来的岗位，他们就自愿回到那个受苦的地方，为了要照顾他们。那些都是基督的信仰给他们的力量，换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刚强壮胆是神给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人有能力。就像耶稣祷告说：我不想喝，但是如果你要我喝，我就喝。第4点是兼顾信徒传盼望的福音。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下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因为神将这样的力量盼望放在我们里面，不是人有这样的支撑力，而是神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从这个4个点，我们学习到主耶稣为什么要喝这个苦杯的理由，主耶稣为什么要迎接苦难的理由，因为他知道这个责任是他要承担的，所以他跟上帝祷告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主的意思。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的需要，当我们是看到人群的软弱需要帮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祷告呢？其实乌克兰百姓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榜样，主耶稣也教导我们，那他愿意走上这个迎苦难喝苦杯的一个道路。其实我们教会在1985年我们就是成立了一个我们的信仰告白，记得牧师也曾经有介绍过哈。这段信仰告白的祷告文当中，有一段在讲教会，我要这段作为我们的结论哈。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因为信仰告白就大家一起练嘛哈，我们试试看来练一下这一段教会论是怎么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哈。我们一起来练，预备来。
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结。这个是非常仔细的把教会的存在的意义描述出来。那其中有一句话让我一直在学习了哈，他说是普世的，也根植于本地。那下面这一句很宝贵，他说是认同所有的住民。像我们台湾，刚刚我讲说，大家一个村庄拼过一个村庄，族群大家彼此对立，语言也对立，但是这个教会论是叫我们要认同所有的住民。换句话说，你跟我不同党派，你跟我不同的意识形态，你跟我不同的信仰意见，我都要认同，要接纳，这样才能够通过爱跟受苦来成就盼望的记号。我希望基督的信仰不只是一个在我们思维上的信仰，而是真的是落实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些人不可爱，但是耶稣的爱，我们爱他；有些人我们看他很困难改变，但是因为耶稣的爱，我们愿意迁就他，愿意帮助他，愿意带他领受这样的祝福。愿通过爱跟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也在每一个教会，在我们富强长老教会当中。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哈。我们如果有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爱，牺牲的爱。我们全曲唱完，再串一下副歌哈。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是我的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权势，尽我属灵永活的真神。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此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回应主，来做一个祷告。这祷告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越艰难当中越肯定祷告的力量，所以跟学生说要祷告，免得陷于诱惑。第二个，主耶稣在遇到最大的苦痛当中，圣经说他仍然恳切的祷告。第三个，主耶稣他跟神祷告说，如果这个杯可以移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成全你的旨意。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领受，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力量，在困境当中愿意顺从主，让神的带领来成就他美好的圣功。第二个，我们也为乌克兰的战争能够早日止息，我们的台湾的疫情能够在有效的掌握之下，不会受到更多的伤害来祷告。第三个，我们为自己曾经遇到的困难跟苦境，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而且能够超越苦难。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有祝福的力量。我们再一次为家人、为自己，求神赐下5重的祝福。第一个是健康的身体，第二个是事业的兴盛，
第3个是心灵的喜乐，第4人际关系的美善，第5个灵命成熟健壮。我们用这样的祝福为自己、为家人、为你所爱的亲人来祷告。我们也为教会中病痛的弟兄姐妹能得医治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天父神，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来呈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所有的祷告。主啊，让我们学习主耶稣他美好的一个榜样。他在越艰难当中越祷告，他知道要祷告才免于陷于诱惑。他跟神求移去苦悲的时候，是求神照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意思。神啊，求你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力量，在我们面对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去面对，因为有神的帮助，我们就愿意服侍，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你保守，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安然的度过，也求神保守，让我们看见乌克兰的战争能够早日止息，而不是更多的杀戮跟伤害。神啊，求你也保守，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遇到病痛的，遇到软弱的，遇到在健康上有困境的，求你施下你的医治；有难处的，求你亲自移去他们所做的困难。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领受神从天上来恩典赐福五重的祝福。感谢赞美你，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当中仍然能够坚定这样的信心。我们用谨慎但是勇敢的一起聚集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主，我们就得到力量，得到信心，面对所有的挑战跟困境。神啊，求你赐福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赐下五重的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主恳求的时候，愿你施恩典、怜悯赐福在我们当中。也求主保守我们再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有神特别的保护。让我们用神的爱去爱别人。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奉献。请起立，唱奉献诗歌《一生爱你》。请坐。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月的金句。好，我们一起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再一次，2章24节，我们再念一次。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第2页是我们下个礼拜的主日服事同工，请大家留意。再请看到周报的第4页。今天是4月10号中树主日，也是纪念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今天牧师有给我们非常棒的教导跟提醒请我们大家在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思考耶稣他受难的这个信仰的意义。那其中要留意的事情也都写在周报上面，我们自己来看。第2点，受难周各项聚会灵修活动其中在接下来这一周有特别灵修的时间，那教会有预备由教会公报所提供的灵修默想资料这样的材料有纸本的部分在楼下的招待桌，那如果需要电子档的人也请自行连结。第3点，第1区的基督受难圣餐礼拜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4， 4月14日晚上7点半在北门教会举行欢迎兄姐可以自由前往参加。第3点，代祷服事团4月15日星期五晚上举办耶稣受难日祈祷礼拜是在晚上的8点，在敬拜中心，也就在这边的4楼举行受那个祈祷礼拜耶稣十字架苦路14站，邀请弟兄姐妹一起预备心来参加这个祈祷礼拜。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天4月17号举行复活节的赞美礼拜暨圣餐及洗礼式当中我们的复活节赞美礼拜呢是在9点开始，而且请大家留意只有1堂的礼拜，所以邀请第2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到第1堂来一起来参加这个复活节的赞美礼拜这当中还有我们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也请大家为这以下的名单的这样的人来祷告，我为他们的信心的坚固，我们一起来守望。第5点，中保代祷事工呢，征求第43期的代祷勇士已经开始报名了，到4月30日截止，并且在5月1号举行中保代祷勇士的差派礼。第6点是我们长职领袖以及教会的组长同工们要参加的一个年终灵修会，细节呢请大家自己来看。第9点教育团队以及哀伤团队的部分，我们请大家自己留意。第9点，周末讲堂在这个礼拜6 4月16号基甸牧区呢有办一个基甸讲座邀请新竹新恩堂潘龙龙牧师来专讲。这个讲座呢是由牧区帮我们去做邀请，但是呢我们是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潘牧师也曾经到我们教会做过分享他的内容非常的棒那我们的整个讲座的内容呢有在这里做叙述，请大家留意它包括上午跟下午各有2讲再来我们请看到周报的第6页，牧区以及团契的事项，我们请大家自己来留意特别在第7页补充报告一下提摩太的部分。提摩太的那个这个星期六晚上聚会呢是要举办圣周六的礼拜，也就是呢我们要告诉青年这个周六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坟中生命经历转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当天也准备了一个小活动，就是生命年轮彩绘我们可以先做报名。那也请
兄姐们鼓励家中的孩子啊，鼓励他们来参加这个很特别的聚会啊，请大家来帮我们做邀请。好，接下来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开始疫情又爆发哈，那可能这一次大家比较会笃定有信心一点，因为大家觉得说已经2年了哈，那可能跟我们有打过疫苗的比较有一点放心呢，因为他说如果感染的也是像重感冒一样或是感冒一样，但是可能最需要关心的就是还有50%的人没有打第3剂。还有我们这些年轻小朋友都没，就是还不能打，所以这些我们要继续祷告了，也是像我们的疾管中心讲的说，戒慎但不恐惧，因为现在好像大家慢慢走向一种接纳这个疫情跟病毒共存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请小心，因为从那些分析来讲就是有宴客的地方啦，有唱歌的地方啦，有群聚的地方。感染的几率比较高，有一个图卡讲说，他研究到最后看见没有人在图书馆或是书局有人感染，因为那个地方大家都很小心，或是大家不会挤在一起的哈，所以有宴客的地方还是要小心哈。我们也除了保守我们能够平安再次度过哈。那刚刚有讲到有关受难周跟复活节的部分，我只要补充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下个礼拜是9点开始哈。所以等于是我们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你要提早2个小时来做教会，所以可能不习惯所以大家尽量能够一起来，因为我们有圣歌队他全曲的一个诗歌的献唱复活节的诗歌，我们还有圣餐那我们等于是说把它连贯起来，才不会那么赶那么急请大家在9点准时来开始那真的要邀请各位在礼拜五晚上。我们要举办耶稣受难日的祈祷礼拜，我们也能够踊跃来参加那我在报告当中呢，等一下牧师补充报告，我们要为这个家庭来祝福了，就是我们伟勋兄跟玉琪姐，他的2公子就是义婷跟莹巧，他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叫燕凯。那老3我们义良跟孟伟。他们一个可爱的女儿叫林香玲牧师报告完你们再出来那还有两个补充报告，刚刚有谈到我们要潘荣龙牧师来专讲他有特别提到在第2堂聚会，就礼拜6下午2点聚会完，他有一个祷告的恩赐，要为这个全人医治释放祷告。那我们弟兄姐妹不只是你来听，如果你觉得有某一些弟兄姐妹他有这样苦毒啦、心灵上的软弱，或是有这样的伤害的要得医治的，我们就邀请他来参加潘荣牧师他的讲解，他有科学背景讲解让我们觉得眼光一亮真的很棒的讲座。我们也邀请大家在4月24号，我们要李希尼老师要来讲第2堂就是他的一个诗歌创作的一个生命历程这样子。还有2个小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下个礼拜因为是复活节，所以我们就1堂礼拜，所以我们的那个爱心午餐要暂停1次另外我们有那个才能法人发的那个奉献收据已经来了，那我们趁现在还没报税前赶快把它准备好所以你可以去办公室来领这些收据这些可以扣缴我们要报税的时候可以扣缴的这样子感谢主。那我先介绍，然后再为这2个小家庭来祝福祷告我们有个新朋友来我们当边，叫做陈恩惠，是妈妈，还有先生是 Joe， 还有我们有3个孩子都来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们，可以吗？在哪边？来，欢迎你们，谢谢。先生 Joe 是从奈及利亚来的一个国际的家庭，他们是国际是花莲的马太安教会，是不是？来的是来这边探亲呢，还是来这边旅游欢迎你们，再拍手，拍手欢迎小朋友还很小好，请坐，请坐。那也要欢迎以前曾介绍过，但可能大家比较陌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那个义良跟孟伟孟伟的妈妈叫做黄美花姐妹，在哪边？美花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很感谢主我们伟勋兄跟玉琪姐很关心孩子
不只关心他们的家庭，也关心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小孩子一个是9个月，一个是5个月要到教会里面祝福。我们请谢牧师来前面帮忙好吗？来，我们请全家都出来好了，跟阿嬷也都出来，来，一直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为这2个可爱的小朋友来做祝福祷告介绍一下好，介绍一下我们的义婷老二是义婷了义婷妈妈是莹巧可爱的儿子叫燕凯，5个月哇，已经长得很大哇，这个变姐姐对不对？香菱是姐姐，9个月，声音好像没什么声音，对不对？有好我们的义良妈妈是孟伟小孩子叫香菱香菱婴儿香菱那阿嬷就是外婆了外婆就是我们的美花姐我们的玉琪姐、伟勋兄一家感谢主。那因为他们有爸爸抱着牧师不要动他，才不会让他不习惯。我们来举起你们右手好吗？我们为2个可爱的小朋友来祝福，好不好？好，我们来祝福来。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美好的恩典，赐给伟勋兄、玉琪姐他2个公子建立一个小家庭，都得到神所赐的儿女。我们为义婷兄、莹巧姐妹得到一个可爱的儿子叫燕凯，我们奉你名来祝福他，让他在家长、在父母亲的养育之下平安健康的长大。特别到教会里来，他成为神的儿女，领受智慧、恩典、身体、智慧各方面都成长。求你带领在长辈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赐给他们更大的爱心、智慧跟能力，所做的协助，让这个小孩成长过程当中有更多主的爱，也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也特别为义良、孟伟他们夫妇所从神领受的可爱的小朋友香菱祷告，主要让这位可爱的女儿在家人的呵护当中平安，在爱中成长，也特别让他们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智慧，用神的言语来教导，让小孩子成长当中充满了喜乐、平安、健康与智慧。我们特别为我们伟勋兄、玉琪姐这个家族祷告，因为他们看见神的恩典，就愿意到主面前领受这样的祝福。求你也保守，让我们的美花姐妹她在别的教会有很好的服事，也让她能够在服事当中看见神更多的祝福。主要愿这个家族成为一个祝福的记号，一个见证恩典的记号，让他们天天活在神的恩典中，让他们的工作、健康以及他们的所有的家族大大小小都得神特别的照顾跟平安。我们再次将他们交在主的手中，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我们再次拍手鼓励一下，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请回座了。他们2个小朋友很配合都很乖，很配合好，请回座谢谢。好，我们也请我们的诗会来做结束了我们的诗会来做结束了。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请起立。诗歌后，请夏牧师来做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跟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怜悯，
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来避会。我们今天在3楼仍然有预备午餐哈，如果你方便可以参加哈，下个礼拜就暂停一次，谢谢。